唱啥？你卡穿新衫，就伫咧5月25下晡1点，爱来哟。袂做衫先做领，袂嫁翁先生囝。大家做伙来，要看卖影我唱啥？你卡穿新衫。伫咧5月25下晡1点，爱来哟。袂做衫先做领，袂嫁翁先生囝。大家做伙来，要看卖影我唱啥？你卡穿新衫，就伫咧5月25下晡1点，爱来哟。袂做衫先做领，袂嫁翁先生囝。大家做伙来，要看卖影我唱啥？你卡穿新衫。伫咧5月25下晡1点，爱来哟。袂做衫先做领，袂嫁翁先生囝。大家做伙来，要看卖影我唱啥？你卡穿新衫，就伫咧5月25下晡1点，爱来哟。袂做衫先做领，袂嫁翁先生囝。大家做伙来，要看卖影我唱啥？你卡穿新衫。伫咧5月25下晡1点，爱来哟。
袂做衫先做领，袂嫁翁先生囝。大家做伙来，约看卖影我穿啥？你较穿新衫，就伫咧5月25下晡1点，爱来哟！袂做衫先做领，袂嫁翁先生囝。大家做伙来，约看卖影我穿啥？你较穿新衫，就伫咧5月25下晡1点，爱来哟！哎哟，中昼平安，中昼好，皆さん有听到无？大家有看到，大家即马，你的迄个，我即马才发现一个代志。嘿，你讲，你的迄个 CSS， 就是你的聊天室那边，它不会动哎哟，那安尼，等等下哦，是安怎？因为变成安尼咧，老师。我看一下变做安尼，是因为我头拄有看到，我头拄有看到大家咧甲阮讲话，但是伊后壁完全无叮当，就是叮当咯。敢若有塔娃娃啊，塔娃娃，难不成你是骇客吗？一切都是你害的。来哦，我应该是知影是啥物问题咯，应该是这个11集，对，无甲伊试落去。我找一下哦，那个挖空妹。咱即马来迄个就是钢牙拜读一个问题，钢牙拜读一个问题。来，咱今仔日咱韩吉老师、吴清老师过来咯。哎，大家真久无看，真久无看老师，安尼食饱未，老师？有食早顿，我早顿食啥？我早顿食张妹的，就是张妹菜就烫的。哦，烫好烧。昨天才，对，好烫好烧。因为我昨天炒意大利面。对呀，我要给你看我要给你看我昨天炒的意大利面吗？有啊，你有传。对，你传了，你这样传。你昨天有传对，我传在那，我有传在 Discord 来。对啊，你昨有传在 Discord， 啊，毋过咱昨的 Discord 就老的，我已经找无迄啲。我有看到大概就是我有看到大概在开杠，没有，大部分都是你在打错字。对不起，我就说十通老话内底有9通拢是你咧看唔到字。是安怎又会变成这款呢？老师，我的手到底是发生什么问题咯？No， 先教大家平安大叹气。你还在刚上百度的哦？有，我现在那个应该是 OK 啊吧？还是大家？应该是 OK 啊，应该是 OK 啊。有吗？不，要无叮当，要无叮当。奇怪了，景象敢若有塔娃娃，塔娃娃说这都能被你发现哦，真正是你的问题啊！是安怎变成安尼？塔娃娃出来呼救！塔娃是我唯一那个 DC 的那个算是翻译老师，现在他已经传承下去了。对，我头拄就讲，现在就是咱后壁啊，迄个敢若有塔娃娃啊。对啊，他就说这都被你发现了，其实是他动的手脚啊！偶然发现啊！是安怎？你无拖呢？你老会开起啊？奇怪真的坏掉嘞！
对对啊，真的没办法啊。陶娃娃，陶娃娃，你为马来西亚等来啊？一个等来啊。你回来了吗？他回来了。系啊，飞来了啦，系啦，飞等来啊。奇怪呢，真的袂顶袂当，袂顶袂当。你刚刚打嗝吗？也不算打嗝啦，只是这是一个有一点在变暖的这个效果音啊，不要多啊。哎呀，那呢，咱小等就是爱甲大家迄个拍招呼的时阵，就爱上做的时阵，就看迄个，大家就看你们自己的聊天室好了。我刚刚今仔日就是袂顶袂当。今天水逆啊，我懂。今仔日水逆。等一下，我不要放弃。回馈。欧森老师，你加油！来继续，我跟他们聊天，我跟因开讲，就因讲什么，下几个回馈是老蔬菜意大利面，不行吧，会烂掉你这样就没有办法知道我的那个我菜意大利面有多好吃。真的，我跟你讲，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会。感谢绿水灵啪叽，感谢水灵宝贝75块，放个浅绿救 CSS， 感谢完全无咧叮当，真正是袂顶袂当啊！是安这个袂顶袂当啊！我已经换了一个模式了，袂顶袂当啊！怎么这样子？等一下，还是讲你点开一届？系啊，你点开就是该个换一个另外一个连接，安尼看卖。对，我即摆另外连接啊。加入咱的主宰会员哦，那安尼就伊伫咧迄个时阵，我来感谢大家，啊，佮有咱的迄个鸟掌赞啊！这电机吼，那些挖过来的无问题咯，老师。感谢啦！等你哦，我重新，咱点来哟。对。波波的，不下台，爱，波波的，啊，我的聊天室，你无爱，现在是规个无去啊！好啦，我图层基本上就是找拢找无，他但是个等去倒位啊，等你。天啊！图层太多了，不要紧，即摆吼，即摆。等咧排除这个有的没的，我们现在先来短几嘞，来文化部爸爸吼这个月5月的时阵，后来我来讲一下，现在虽然讲你甲我砸掉，你个字吼，你个字我会改，我先向大家报告吼，若是讲你有加入主宰专员吼，这个月使考虑一下吼，加入咱一个月150块的文化部特别专员，有这是一个咱迪卡有文化部就共同来举办就是我们举办的一个特别活动，就是伫咧，若是讲你即马升级吼，你现在升级吼一个月变成150块的斗内，你就会使得到连续6个月，连续6个月的好不好？我们文化部的台业主办甲迪卡合作的啪叽啪叽，跟大家讲就是报告这个月，因为咱有一个对这个病毒最重要的一个神明，叫做迄个祝生牛牛对不起，你继续。各位，你是最近是怎样看迪英的新闻看太多，然后也想要去唱歌在一起我是无想，对吧？想要去唱歌，那些歌其实收过困难啦，我是无法度啦。不过再关注一下他的儿子吼。时事，啊！是讲你即晚是讲什么？我唱歌是无度，但是我开唱就搞呀。好啦，我不要讲那种地狱笑话，很地狱呢。我这个人畜无害，你嘛知影哦。唔通，先向大家讲，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月呢，有祝生牛牛的生日特别，这5月加5月为5月特别，就是以后伫咧 PF 啊、FF， 拢无法度卖掉就是我们是这一期的到8月以后，这个就不会再补发了的这个限量周边，去我们其他的那个摊位都买不到哈。就是我们这个月是因为进前让我下一条歌叫做祝生嘛，对啊，这就祝生牛牛生日，所以这个月就是伊的跟配就是对，就是这个。不对这叫什么？
嘿嘿嘿，就是他的恭哈祝生牛牛 C 的，没有错150块的斗内，谢谢。斗内虽然我很想给你啦，就感谢他娃娃的斗内，可是我们要加入会员。我给咱套啊，就是咱的歌改会员啊，会会员，不是会员，一是会员，就珍珠奶茶那个圆圆的。还是讲唔对会员，这样对啦，会员呐。就非常感谢，而且啊，对我们这个文化部爸爸哦，真的是从3月开始加码，对不对，吴晴老师？对，3月就有啊，所以讲恁即马吼，若是讲恁加入伫5月开始加入咱进前的所有的迄个物件，咱都会伫咧这个月就补给给你，就是我们会补寄给你，不用担心说我这个月开始我是不是到8月我只拿到3个，没有，我们就是一整组6个，全部都好好的给你这样子。有持续加入的话，一定拿得到。那么这里啊，高阶会员的你各位尊爵不凡的大佬们，现在已经有朱迪卡帮你们出货了哈，所以基本上都会在嘿，你讲对，它底下迄个抓循环来对，就是你们拿到吃的，然后里面就会有。嘿，拿到吃的，这个月嘿食的物件，听讲足恐怖诶，哇恐怖！听讲Lucy 是想讲运动，你现在除了变低卡之外，你还可以叫主那个 Lucy， 你最近好常去运动，我的天哪！你讲你吗？对，我讲你啦，你起码下一届记明你要变得更强壮了。对呢，就是被你打一下就会死的那种。我发现我最近迄肌肉的代志要怎讲肌肉？肌吧，就是鸡吧。鸡吧，不是鸡吧，鸡吧是鸡吧。那个，对。我有发觉到我最近的。不是猪肉对，鸡肉啦，鸡肉对，鸡肉吧算对啦，对，越发蓬勃了呢，没卖呢，好可怕，好可怕，下次让你摸一下，我再也不跟你见面了，下次让你摸一下啦，见个面嘛。对啊，哈哈哈！你的阿头呀，一趴落去我就变地瓜泥了，我会死掉。不会啦，我怎么会打我亲爱的姐妹嘞？你讲对不对？要打也是打面线揉烂他们，哎啦，应该爱先行大家讲哈喽，艾莎就接掉。对啦，艾莎我今天里竟然先刚胸后部啊，还没有跟大家说平安大探机。平安大探机。今天里头一个是星辰，我加讲。星辰，星辰，但是伊伫咧上课啊，伊伫咧上课啊，嘿，上课辛苦咯，平安大探钱的时阵，嘿，就你波动的时阵，就会看到咱家讲平安大探钱，另外一个就是今仔日海温就是宕机的原因，台娃娃平安大探钱，整个甩给他，希望咱5月25的时阵，好不？5月25的时阵是啥物时阵？当时咧，那是啥物日子咧？是啥物日子咧？就是我会说，不是啦，我真正会说你是5月30，5月25是咱新衣装发表的日子，对，所以讲，还有就是你若是为马来西亚回来，我希望你可以送一套马来西亚的房地产，没有，那真是开玩笑。拍谁啦？汉基老师最近压力伤大，拍谁啦？迄雷小伟，然后就一直想讲，阮讲后礼拜应该讲会有拆礼物的，对，期待大家就即摆嘛，是会使就是寄物件来，加哦，就伫遮咧，收到了5月23，嘿，邮戳为凭啊，收到23，嘿，收到23号啊，不要寄奇怪的东西，例如那个葡萄干，还有那个葡萄干，请不要寄过来，谢谢。还有。生榴莲也不行，榴莲可能会爆炸，然后这样子就是其实你榴莲爆炸也不会，应该也不会到我们我们的时候才发现，应该是邮局的人就会发现，所以他们不能寄榴莲。应该正常人应该是不会寄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生化武器啦，吼，榴莲之类的。因为马来西亚等来啊，对，他们会吃三色豆啊，就他们这个月都要吃三色豆，你要小心一下，你的礼物里面会不会开到一些奇怪的。但是我觉得啊，我经过了葡萄光后来，我像那个台语国语分不清楚。我经过了葡萄干的洗礼，我真的觉得三色豆不算什么了。
我起码嘛刚刚香菜就是盐水啦，退嘛无剩下，嘿不剩下嘛对我已经度过最可怕，没有还是不要。嘿，我嘛感觉迄葡萄干嘛是先买先买。有这种物件出来啊！对，迄是唔通食的物件，袂食。好啦，谢谢。这个恭喜咱的青天先生，对，青天哦，大趁钱吼，大趁钱。嘿，建勋呢？结婚，嘿，结婚。建勋他有参加咱今仔日不是今仔日啊，这摆的迄啥会新一中测试，新一中，嘿，新一中的迄啥物画图的迄活动有无？伊有参加呢，有到就下拍，是，嘿啊，就好看诶，对啊，哦，平安大趁钱。感谢啊嘛是继续欢迎大家来投稿，过来就是最生者中岛平安大趁钱，刷落来是小翔，这是新朋友是哦，应该是新朋友哦，小翔吼，平安大趁钱哦，阿屯兄弟们有啊，平安弟呀，来啦，中岛平安看开是这活泼的人，看起来是一个很活泼的人，是，对，刷落来是咱妹夫爸爸哦，中岛平安大趁钱哦，爸爸，中岛平安大趁钱，对啦，真久无看，是我甲大家真久无看啊。系啊，是吴昕老师现在修过来是过来是海梯，海梯就是台语的水母啊，海梯，原来你叫做海梯啊，海梯，我不爱葡萄干，这个嘿海梯，不是水母，是海梯哦。海梯是水母呢，原来是海梯，不是水母。就是伊其实嘛有人就是直接，因为起码滑一滑，有些人会直翻啦，可是其实不是啦，就是其实是海梯啦。对，哦，就是教育部里面它其实也是写水母，可是它的比较当地，因为海梯是台湾以前就有的物件，所以就有。要无各运动的时阵的讲法，对，就是海梯。对，我复制给大家看好了。对，我切一个账号，大概就会先看到海梯要安怎写。他的台湾政治应该嘛是就出名的。对，梯是伊是形容固定的一个动物，它是其中一种动物这样子。对，它是一种类型。对，伊是伫咧海内底。好哦，那吴昕老师，你先复制，我继续打招呼哦。刷得来，我看歌舞雨轩，1个月的我们文化部爸爸出手的这个台湾话剧组员，谢谢你，感谢吼。对，这个月吼，歌有新的寄互你，对。然后刷的是咱水灵宝贝哈，水灵宝贝放个浅绿色球球75斗内，谢谢啦，拍谁啦？感谢咖喱，你拯救成功，拯救成功，好不好？感谢。刚刚那个绿绿的被你们整个绿绿的拯救了，谢谢你们，好不好？然后刷的来，汤姆，我们脸上的绿色转为我们脸上绿色转为那个 SC 的绿色了，谢谢大家。对，没错，刚刚都脸绿掉了，现在瞬间笑容回来了，对，笑容回来了。好了，刷来，先让汤姆先生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刚下呢，汤姆先生，谢谢置顶文刚下，然后抽健平安，不是我抽健平安，我无看过伊，对。你无看过咱的汤姆先生吗？应该是无看过，对，无看过。马托利孩子汤姆，叫伊汤姆。托利孩子，はじめまして、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对，我讲日本文拍谁哈。OK。然后刷来是范塔西。范塔西，这个早高各位猪仔专员，谢谢范塔西，谢谢。中岛平安大趁钱，大趁钱哦。刷落来，我看了一个应该是人红小组长啦，中岛平安大趁钱哦，小组长人红，中岛平安大趁钱人红，是啦。刷落来，萧公哲也，哲也先生，嘿，对的，你记得了，中岛平安大趁钱，刷落来是咱店先生哦，中岛平安大趁钱哦，店先生，平安大趁钱，是，然后就是柚子吗？应该是柚子。你的猫叫柚子啊！突然发现我们不是有一个观众也叫柚子吗？那个黑香，叫做黑香书记官，伊是啪啪熊的小弟，对。我就是讲，因之间说为什么要把观众之间当作猫啊？然后你们难不成有不可告人的情感？我是有这个我有什么情感吗？其实猪猪听不太懂
是什么情感？啊？真的吗？嗯，是有我不知道，因为他们有本本对啊，他们要自己说啊。尺寸有本，请让我看。有，希望也有，好不好？希望也有，好不好？下次的 PF 等待你们的好消息，你们也可以直接寄喜帖给我们。好哦，是哦，是啦，好哦。然后店先生说，鲱鱼罐头可以不要吗？可以不要，不要，要面对古大赛，卖下来。伊会去用赶出这个辖区的，他如果就是住那个，他住大楼的话，会整个都是那个味道，那个排水管全部都那个味道，人家以为哇，最近鸟气的问题嘛，就这，不要让大家人心惶惶。是安怎咱淡薄嘛鸟气的问题咧？是安怎安尼咧？你坐坐高铁去高铁啦吼，来高雄安尼啦吼，无啦，卖下来啦，就恐怖诶！规社区手下留情啊！手下留情啊！谢谢啦吼，可以寄葡萄干啊，葡萄干也在口里。不是，我韩吉老师，你已经是跳我这边的，你别安尼讲，我就恐怖诶，还是生化武器。好啦，葡萄干我可以支持你啊！对。好，但是因为鲱鱼罐头是会造成那个我们社区性的兔鼻头会困扰。对，我可能会被驱逐出境这样子。好啦，鲱鱼罐头不要，但是请看我新衣装，很期待，好不好？新衣装请多画多投稿，好不好？好，谢谢哈。有希望会使看到你的作品。啊，他头多有讲迄个猫性男子跟犬性男子左右为难哦。你有看迄个公狗？我记得那个广告好像是韩国的，就是他的猫跟狗变成。就是一个男生的那个猫跟狗，然后变成成男的体型的那个。我没看过嘞，我没看过嘞，我想要看。有机会我传给你。好，你传给我啊。好，那我要先私底下传给你一个，我觉得你会很喜欢的东西。来，团哦。然后你可以，就你看一下可不可以给大家看，如果不行的话，好不好？你可以私底下感谢我。我觉得你会很爱，笑死！好，你先丢，我传给你，你先传过来，笑死！不是，我只想要看你的反应而已。因为我就是我跟你讲，我一看到，我一看到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这个不跟我的朋友们分享不行啊，我就分享给很多，不关系漫嘎改还是。你想要给我看？你想哪？你是就欢喜，你不用这么感谢我。老师啊，咱做朋友遐尔久啊吼，我今仔日应该好好甲你讲，我真正就感谢你的，感谢你的照顾。我要重大告知，然后变成绝交。不是，这个可以，这个我今晚得发表，安尼刚好，这个可以啦，这个应该是可以发表。可以吗？可以吗？这个应该是没有所谓版权问题的话，应该是没问题啦哈。老师可以吗？不是版权问题啊，我怕你会那个哦。可是我觉得这个不管啊，这个我觉得大家都会喜欢吗？你知道，这人见人爱的。可是我觉得就受到大家欢迎呢。好，前情提要就是撇开政治立场，这个，对，我觉得腐女们都爱。真假的？你的口味那么特别哦！那东西就是我提给所有人看的时候，我特别受到大家攻击的，我就是受到了很多人的攻击。有人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是刚开始真的是没败啊！你越想，大家有没有要看？好，要不然这样好了，我们投票，投票，他们一定想看啊！可是，在政治立场方面，其实这无关政治，只是我把台词先念出来好了，我先念台词。你越想摆脱我，等一下，对，我先凉。你越想摆脱我越刻在你身上，刻在脚踝的名字。他说那是羞辱，却每天低头确认那个名字还在。但是你们可以联想那个政治的那个谁跟谁，好香哦。好，这个图呢？什么意思？大家为什么会喜欢你？有什么毛病啊？我想要看到，我想要看到的不是这个欢迎，什么意思？你开心就好，很开心啊！我知道，我是知道你不紧吃，你不挑食啊！好，加油！没啦，我不爱吃葡萄干啦，我就紧吃的，我不爱吃葡萄干。我不爱吃葡萄干。但是大家刚刚不要紧，然后现在大家觉得不要紧了啊，我们就
就给大家看了，我随便。觉得好了，我觉得保险起见，我丢去 DC 好了，比较不会。我丢 DC， 我丢 DC。你们乖，我丢 DC。在咖喱那 DC。哎，咖喱那 DC 的怎样？他都要我的公虾会，好，谢谢，刚问刚小包蛋，好，什么都没有，好，什么都没有。休息，好，谢谢，好，洗眼睛了，谢谢。我们现在要对大家精神污染，好不好？好不好？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看到。对，我要在就是快断气的时候分享这个好运给大家。谢谢。而且而且今仔日咱有听到咱汉吉老师的声，无虾米怨气呢？汉吉老师伊最近好不？啊？你声有虾米精神啊？好不好？就是做工作啊，无法度啊，无法度啦，要继续加油！大家都是社畜，好，咱斗阵加油。6月时阵，我甲恁讲，6月时阵我有一个消息，但是应该是伫我个人的thread顶管。对，因为我不会念，我要突然唱 rap， 不是我突然念 rap， 听起来很像那个那像听起来突然吐毛的猫咪，什么意思？因为没有，想念我惊到，我是刚刚就猜凉我在练习，我就想说那个到底怎么念啊？哇，你就直接讲脆啦，对，脆啦，对，够拍凉的啦，好难念哦，好脆。有机会就是搁请，对，有机会就甲国家迄个地卡合作，看我们可以做什么这样。对啊，我们接下来，我有前提是我有时间，因为我们6月就有一个超级大型的节目啊，还有新一中就是这上我有3个工课，我起码有3个工课，我真正是顶袂过来，规人都无啊，就是有顶袂无去啊，对，规人已经在消息啦。就我这里快要消失了，所以有时间的话，我们应该就是有可以行啊。就我的漫画要上架了，我的漫画就是熊雅的漫画连载，就是会上架。对啊，会再跟就如果有机会可以一起行下的话，当然就是会再跟那个，就大家会找一个时间给大家看。但是爱真的是爱我有时间，什么我的金床，为什么你们会想要看？我还没出道，我还没出道是怎样？为什么是我的新衣装？你要看有一个完全不可能出现的物件，怎么可能会是我？对啊。不过我是觉得，老师你的漫画的作品会当漫画会当发表的时间会当让大家知影不？6月11就是6月11号。先跟大家讲一个大纲啊，如果你们想要看的话，会在 CCC， 就是文化部，就是文化部文策院的投资的漫画平台上架。然后大纲就是我们现在看到那个转身的王女漫画，然后它是反穿，就是主角是漫画里面的王女，然后反穿到台湾的议员阿北身上，这样。对，好期待我期待到我已经把6月11号是一个对要记下来。它是一个这样子的故事，它会出青年本吗？我觉得不知道因为我跟我给他的慷慨，就是其实我有其他的工作，但是我们现在是发表台漫，所以如果要看市场反应，如果你们真的想要7000本的话，因为我平台会有一个机制，它其实就是沿袭那种 VTuber 的抖内机制，然后还有留言，不要抖内也没关系啊，大家可以帮我多留言，对，然后有什么反馈什么都可以留言，就是打在上面，就是然后如果有看说讲就是有其他的冲销还是出版社刚加工这个东西可以出的话，它可能会有合作，那就可能会有商业的7000本。这样子，老师辛苦了。然后我自己，因为现在很尴尬的是，我即便现在要出钱自己出，可是版权也不完全在我身上。其实主要版权是在文化部那边，就是 CEC， 因为我们这次是签合约，而不是我拿补助，然后我去做。这样子。脆的台语讲是念脆。我拢若是讲台语，我拢会直接讲 thread。发音太过正确了，我反而不会念。可是我是无迄个，我无迄个 ABCQ。对，反正就是到时候大家有能力再支持就好了啦。因为我知道不是所有人都
习惯看条漫，对啊，我觉得蛮有趣的。我是购有去加特别，因为在做那个田野调查的时候，有跟一个大家很熟悉，但是可能会想不到的人物去做田野调查，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带给我的对于台湾在地的文化认知，其实也蛮有蛮大的改变。那我相信大家看到。后面也会对于台湾的社会会有一个比较温柔的见解，安尼，就是大家再去看卖，安尼。总之，大家6月11号如果不嫌弃的话，都可以去支持起来。然后我是觉得啦，在下方的那个 comment 就是那个留言的部分，真的蛮重要的。大家有什么心得可以尽量留言。那身兼3份工作的老师，就是也很努力的，就是把任何的事情都做好。我们真的给他拍拍手，真的很棒。因为我7月的时阵就爱除了迪卡这边，我要开始比较用力的在忙，啊，还有另外一个我的工课，在7月了后会变到就无用的，所以我可能没有什么时间去宣传，但是我会尽量啦，我会尽量就是付出我最大的力气，对啊。大概有兴趣觉得再来看的话，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也不勉强。对啦，我们7月开始迄工课唔通讲，不用讲，而且那个不能讲，很重要的工作。那个就是比较正直的，也不是正直的东西，而是就真的蛮累的。因为我也看客户号也就是我有合约的关系，没有办法跟大家详说啊。有一天能够说的时候，我就搞不好出道说也说不定，好不好？我跟你煮个香。是啦，不一定，我没有，我只是嘴嗨而已。你们可以想象，现在韩吉老师未来日陈皮多么的香，有番薯的香，还有美型的外形，然后你说地瓜皮吗？就是你去唐吉诃德就可以闻到那个味道了。对，真假的，唐吉诃德呢？唐吉就好吃哎。对，因为唐吉诃德就可以闻到那个味道了，为什么要？而且我想到，你要是未来有那种很美型的中性皮，很美型，然后你出那个什么韩吉口味的香水，赞啊！什么意思？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有点性骚扰。韩吉口味的香水，赞什么意思？到时候为什么有？不是啊，你为什么下意识你就讲出香水？你是不是？因为你不觉得你台湾的味是颜色的味跟韩吉的味？好的是咱台湾的味，我干嘛不联名个烤地瓜就好了？然后大家去买个烤地瓜也是可以。可是你不觉得那个三正五？你不觉得那个地瓜香水很帅吗？当然是我都喜欢。好啦，我们已经鬼扯好多了，超扯的。有啊，怀迪就是后我们做一个总结啦。反正就是在第1、2月在进前，就是大概也是在先5月、2月的时阵来支持咱的迪卡的新一中啦。对，真的新一中我们也花了非常多的力气，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喜欢。对，你差几百有就加一。嘿呀，你差几百文化部爸爸会赞助咱新一中的这个部分吼，咱伫咧2、5月前所未有的细致，对，就是因为有文化部的支持，然后我们在很多细节就做得更多。对，那因为如此呢，我们也要好好的在25号好好的谢谢文化部爸爸，所以猪猪中间会穿插可能5到10分钟感谢文化部爸爸的一个部分。对，然后还会有一些什么奇怪的台语环节，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互动。对，就是反正我就是讲台语超连带，我就是会努力讲。伊就是要去考试嘛，伊进前书底下就跟我讲伊要去考试啊，大家就是陪他一起训练啊，因为我现在可能会比较忙一点，对，所以可能就会对。就是监督他学台语这件事情，就交给大家啦。谢谢，麻烦定的，不会啊。那汉吉老师嘛是常常出现在DC。是啊，还有就是阮到8月进前，这个台语的那个都还是会继续，就是第1个教学安尼。但是今日其实差不多啊，即马其实讲到声调啊，下一节课是变调，就已经差不多啊。过来一节是罗马字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开一些读书会了。我们可以开一些。
哦，我还在。他为什么？你为什么可以？你很像那个，就是不是以前那个两金看吉被打走的时候，就是那个他就会飞走啊！你刚刚那个哀嚎很有距离感。不然我是想到今仔日的内容就困难呢，还有变调。不，我刚刚今仔日真正是较简单，因为我知影变调你可能要开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天没有要讲变调。我大概应该看到我稍微有改变一下。对，我今天有稍微改变，今天的内容会比较少一点点。啊，头都要看到那个小天公姐刚刚就好球，然后新秀的中岛平安，我觉得很好笑的是，他说什么我们可以变成偶尔喊几个舞团。好赞哦！真的可以耶！我跟你讲，我最喜欢这种草根很三八这种草根性的台味组合哦，我就盖耶，我今天就盖耶，好三八哦，超三八，超台味。而且我刚刚就是看到那个韩籍歌舞团，他我讲两金看吉的戏说，我看成两金韩籍，哇，太多了吧？陆星老师，你刚才啊，正经有一个真正是瓜地啦，哎呦。瓜地什么啦？瓜地马拉，瓜地马拉，地瓜马拉，洪都拉斯马拉地瓜。我刚大概讲一个，我去填掉的时阵，然后那个人就是那个历史人物还跟我讲，请问你是麻辣地瓜吗？就是我就变得有第三个。嘿呀，等一下我跟你讲，吴老师，你先听我讲，正经有一个观众，伊真正是来自黑瓜地马拉，是不是？瓜地马拉，是。我迄当阵尼加拉，然后还有尼加拉瓜嘛。我迄当阵就讲哦，欢迎你来到这个宾德，你来自什么地瓜地拉什么都你害的啦！我那时候完全就把你名字念出来是讲什么？我甚至没有出现，我的舌头完全已经地瓜化了，你知道吗？我刚才说拍谁，我念错，我甚至没有出现，就拍谁瓜地拉嘛，对不起。到底是瓜地什么？瓜地马拉。我们今天不是正音班，好不好？我们今天要教台语的。对，整个没了。对，我还要跟那位瓜地马拉的同学道歉，你知道吗 ？OK，是同学，正同学，同学哦，各位同学。好了，题外话，对不起。没代志啦，就是上5分钟的正音班之后，好不好？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讲，呱，笑死！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讲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其实真的很简单，对，你爱相信我。老师，你大概都就简单的啊，不过不简单呐。无啦，这真正因为立声伊就是今日咱是讲立声嘛，啊，顶礼拜有的物件你讲有各会记得，应该有一点点忘记了，对不对？就是关家调，应该我有复习哦，我就乖哦。赞，但是我相信就是各位面刷，而且我有看到迄个新来的面刷，就是社畜厉害。我一照有一个头架叫做虾条1号，就是有社畜1号，你们两个是同一间公司出来的吗？可怜哦，笑死！不是老师，你个讲一摆，社畜的台语是啥？虾条啊，虾条，安尼嘛，对，我的直接直翻啊，就是虾条，好，条就是加条，好加醋啦，嗨就是条。啊，我刚是加条，我是吗？加条，其实，若是讲你有够大只，你遐尼大只，你就是啊，你这么大一只算。你要大是看我遐你要大只。加条，因为家畜都是说比较大只的啊。所以我是低，我有够大只，我是加条，安尼吗？嘿，对，让胜出。吴昕老师完全不否认。好啦，你是想要说我说你很苗条，我是说你很高挑，好不好？我捡起就是不情愿的捡起一下我的生存欲。没关系啦，反正我是猪，高挑，对，反正我是猪，就不争的事实了哈，把紧啊。好啦，来，我今嘛是咧找工课，今嘛无工课哦，真正哦。那祝你找工作顺利。不会啦，现在找工作应该是蛮
就是还是有工作可以，可是要挑啦。对，爱活辛苦了，辛苦了。对，老板跟同事很重要，真的，我诚心建议大家看看我的眼睛，然后看看我现在的空洞的眼睛。我想合作伙伴跟老板很重要，是真的，对。我想是没事，我们下次我再带你去吃香菜，你不要哭，好，你乖。对，我去高雄的时候，好不好？你最好小心一点，那个高雄有爱河，你敢对我，你叫我吃香菜，我就来喝爱河的水干。来呀，超级可怕，相爱相杀，你以为我不敢吗？我们两个一起跌下去，好可怕！你有练过哎，那我现在要开始练，可以。我们两个要开始战斗了，发起战斗邀请的话，我先训练你每天跟我一样150下深蹲，你觉得如何？好累哦，什么啊？而且我还看到你有做新的那个什么绳子，那个好累哦。哦，还好啦，就有氧一下啦，没事，你就皮克敏走走也好，让自己动一动就好了，不要那么累。是，对，我现在只要一天不走路，然后没有喂他们吃精华，我就觉得很抱歉。好啦，咱继续今天来看，今日没多咧讲话啊，我们已经讲了，哇，我快要讲1个小时了，你了解我平常压力多大，开台只想聊天的感觉了吧？是，就是安呢，真的是。其实我觉得我没有自觉到我压力很大，但是我的好朋友我非常就是我。辛苦边的朋友都一直在跟我关心。嘿啊，我有感觉到，压力就大，你辛苦啊。是，然后我是做好了一切准备啦，就是对。啊，刚 CCK 老师中岛平安大单机老师，那是 CCK 绘图老师。Hello， 超感平安，我嘛是绘图的，你好。哦，你们都是神绘师啊，厉害。对，不，我没有，我是菜鸟，我是菜鸟，不是化工而已啦。通常这样讲的都很厉害。他家片已经好人，好人都你空啥？你其实可以打华语，我们这里打华语没有问题的。没关系，你可以打中文没关系。是的，谢谢社畜先生。对。是。好啦，顶礼拜咱讲的迄个关节条，你已经就你有学习，然后呢就是咱够2集后大家好不好？恢复一下记忆，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好像一直在讲一些色，然后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啊，我觉得我学到很多，我觉得我们好棒哦。对啊。好，咱来看头一个第1条，因为头的咱顶礼拜就是上个礼拜，然后我们有讲那个台语有8音7调，8音对，8音7调，然后第1条我们可以先念一次，对不对？就是啊，第1条是啊，然后再来第2调嘞，第2调，不对，然后第3调是啊，对，啊，然后第4调我们之前有说顺过去就是啊，它也是一个啊，然后第5调是第5调你应该也知道吧，就是啊，对，你平常哀嚎的声音在，然后第6调基本上跟第2调。第6调基本上跟第2调是同款的，就是也是啊这样子，就是因为它的在不同的方言差来的，一听起来就相关的，除了是鹿港啊，还有饶平腔、彰化饶平腔会有点不一样而已。对，我现在在想，我把漫画画完之后，我想要再去学饶平腔。真的吗？我想要再去学其他不同的方言。还有最近我中岛跟鹿桥，我也不是中岛透早跟鹿桥开讲，然后我就有讲到这件事情。然后最近在学不同的台语。你们都好厉害哦。伊就厉害，伊最近就是接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翻译，就是某一本。最近有得奖的册，我无方便讲是多一本。爱翻译做台文版啊，是伊翻译的。安尼哦，就好诶，就厉害诶，就厉害！我伫咧甲伊学，我伫咧甲伊学了，我真的是，他下次要得诺贝尔文学奖吗？真的是好厉害哦！对，我这个机会哦。第7条就是。中频调，这个你分，就我们也是分得出来。你现在分得出来，就是第1调跟第7调吗？可以，像渐渐的多听，是搞出国的人都可以啦。对，然后第8调就是对，没有错，你很棒，棒棒。这是我们上次学的嘛，学了
就是高低调要怎么念，然后也学了第二，可以帮我下一页，我们学了喉八音嘛，八音去掉喉八音，然后其中一个动物版的就是腮后把鼻高高像鹿，就是这个喉八音啊，它其实是让大家去记，就是你这样子就是你这样子数下去的时候，然后照着那个顺序念，你就会知道第几调该怎么念这是完全针对台语的初学者可以这样记，因为台语下调实在是较济但是低卡，像是低卡是讲其他的名说，你自细汉有讲过台语的，对您来讲其实没有这么。没有，其实真的没有这么难啊，可能难的就是在写调号嘛，所以我们呢上个礼拜编礼拜时阵咱搁继续看后一页，编礼拜的时阵，其实我们有讲到调号要怎么写嘛，就是我们有说到，就是一个字它可能有前面的那个位置，就像云霄飞车的位置这样，前面那一排它是声母的位置，后面那一排是韵母的位置。那我们的调号基本上就是写在韵母上，有3个规则嘛，对不对？如果有 R 的话，就是写在 R 上面，那 UR 跟 UA 是例外，这样子是写在 U 上面。如果没有 R 的话，就是写在前面的母音上面。有一的话，就不要写在一上面，因为一它有一个点点，你如果写在上面的话，会不好分辨。对，只是我们上次这样讲，可是基本上啦，其实调号写错，在看得懂的情况之下，大家也不会太过苛责。对，所以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上个礼拜的任务，来编礼拜练步，其实是你要知影都一个第几条是安怎念，然后你知道这件事情就够了。好哦 ，OK，好哦。我头拄有看到有人讲到，刚有台语的俗话，俗话我这次的企划没有特别安排，因为我们后续可能会参加金 V 奖跟金鹰奖，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我们后面会有一些就是让大家看台语食谱的读书会，这样可以耶，好好玩。其他就是如果大家对台语文法跟台语的俗语有兴趣，大家可以投棉花糖，就是会使投迄个棉糖，棉糖内底你会使写一寡回馈，讲你希望就是讲一个气话，内底会使加啥物物件我们得到这些回馈之后，我们下次就可以跟文化部讲，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争取下一期的经费。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希望有些这嘛是就希望大家使有回馈跟我们讲，我们也可以就是越做越好，因为毕竟很多东西都是第一次做。对，大概是有兴趣。我最近就是有一个啦，我有一个那个，就我觉得喜欢的时候一定要大声说出来，因为通常就是在最近的社会环境内底，其实都是那种讨厌的人会骂你骂得大声。对。然后我最近就是介意，我就会有够大声讲，我大讲出来就大声。对迄个大部还有低卡，一直大声话讲，我就介意恁的作品，我嘛是一直我大声讲玉娇赞，谢谢。我每天都在对他大小声，然后都在讲说你好棒啊，匹配给大声声，我接下回，对。迄个较卡久的列，对啊，这个就是还有迄个我们之前也有讲，其实我们上礼拜的色回其实就有讲到一些这样子，对。可有可能会在特定的单元里面会有说到，但是我好像没有特别就是去说台语俗语要怎么讲。我们有讲就是那个什么卡古大细机泡豆对面那种，就是那个昨天可能上礼拜有讲。对啊，未来的话我们可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然后我们如果真的也有争取到类似的话，都可以再安排做一系列的。对，谢谢你们。好的。好，那我们上礼拜就是大概关给掉，就是就是一挂，我们就是教了这些嘛。但是我们也有讲到，为一开始爱学下调的时阵，可以帮我看下一页哈。我们看下一页，咱有讲到嘛，台语的下调文作下，好真实。那时候就你还记得吗？我们上礼拜在讲这个的时候。
你看到这三种，你有规人眼气就是愣住。对，我基本上是啊。然后还就是怪叫了很久这样，然后大家都在等你叫完。哦，对对对，我今天你蛮嘛是啊。所以就是我甲你的名就是继续放伫顶管。谢谢老师。跟大家讲，台语的声调基本上分3种。为什么会这样说？现在安尼讲，就是跟新来的朋友混淆这个概念。台语啊，还有华语，我们现在说的台湾华语，它其实都是声调语言。声调语言是什么意思？你吃饭，就是它的语气不一样，它就会有不一样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就会说什么鱼尾上扬，它就是问句嘛。但是我们的文法可能就没有那么严谨，我们就不会像什么有些你今麦去讲英语。讲迄个日本话的时阵，他们不是有6大动词吗？就是什么する、ます啊，够就是 kilo 这种的，老师，就是他们会有我们今天也没有要教外国的文法，但是我们就是说文法更严谨的语言，它通常就没有声调。譬如讲，就日本话就无嘛，日本话无，啊，还有英语嘛无。可是我们不是，就是华语跟台语其实就是声调语言，我们是透过声调去改变意思的，就是一个词啊，伊若是声调无同，伊就会是无同款的意思啊。阮伫一开始，因为我们有一个清单啊，大家可以再去前面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就有举一些例子，譬如讲做人跟做人，它其实是轻重音不一样，但是它在台语里面，一啲台语来的意思就无同，所以声调语言是安尼分出来。但是台语的声调，佫比华语佫较复杂的是。其实我们要说，只是台湾的华语没有那么复杂，因为华语本地就不是咱的母语。就是以前啦，就伫咧以前的时阵，教咱华语的迄言呐，迄言就是那一代，言就是代一代一代的，就是言，迄言呐，伊其实是为1935年的时阵，为迄个中国沿海来台湾嘛，就是他们有国共内战失利，然后来，但是。无一定所有的拢是北京人，伊伫咧教华语的老师，迄个人无一定是，所以那些人其实不是母语者，所以这几间就这声调都可以有省略，所以我们台湾的华语声调才只有。大家就会说1声3声4声嘛，1声2声3声4声啊，给一个谢谢的谢就是轻声，对不对？就是无遐尼济，但是你去中国的华语，伊就有少济无同款的声调。比如讲，我们说便宜，我们说很俗的那个便宜，我们也是2声，但是他们是便宜。就是他们会有一个调是不一样，但是他们讲出来就是不赶快便宜，对对，就是这就是语感问题，就是我们的华语其实跟他们还是有点小小的不一样，就不是华语，我刚说华语嘛，不是华语，没事，你本地无这个系统。是咱一开始咧学华语的时阵，就无把这个系统完全学过来，对啊。但是台语是自咱这个国，这片土地、这个国家生出来的语言，它是因为它就是只有台湾有特别的台语，而有些人会说是不是闽南语啊？这个我不想解释哦，你们再去看前面那几集，大概就怎样，就是台语伊是这片土地生出来的语言，所以伊的声调就会分做就复杂。但边礼拜讲的是关节调，我们上礼拜在讲的是高低调。那我们今天呢要讲的就是长短音。我们可以看下一页，就是就是粒声。我们在那个以前大家在学国语课。差不多在高中的时阵，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是不是就有一个概念叫做平赏去入？就是我们在幼稚园会说1声、2声、3声、4声嘛，然后高中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就是你的国文老师就会开始假掰。哦，我看到趴趴熊来了耶 ，Hello！ 对啦，不用倒，不用短，太急。你讲那个统神端火锅，你是想要他其实是想要我们。还想调啊！我其实不晓得那个梗对，我不知道，那是很久以前的梗。对，反正就是下次我们再讲，就是等刷过台湾，
甲迄个3-5年，那是无共款的，就是历史是无共款的，就是不一样时段，前后差了300多年。嘿，16登山过台湾应该是16XX年，然后咱讲的第二代台湾人来是1946年，1946年国共失利的时候，突然变历史课，我历史很烂。几届也是在讲啊，就是反正就是有不一样的那个，对，华语无所谓的历史。我们在说到入生的时候，通常都不是在学国语，而是已经有国文课的时候啊。国文课是学什么？国文课是学文学，国文课是学类似历史的文学。我们以前在学比较因为我们的国文其实是锚定在中国文学嘛，它其实国文就是中国文学的缩写，对，所以我们在学国文课的时候，才会有评赏去路的概念。我们还记得评赏去路的概念是在什么时候会讲吗？就是在学律师跟绝句，不是那个 lawyer 的那个律师，不是打法官打官司的那个律师，我说的是那个。不是有诗的题，什么7言绝句吗？对，还有那个什么6言律诗，那种啊，他们就会说你要注意评赏去入的。评赏去路这4声调，然后你的老师可能就会跟你说，我们评赏去路就可以对应我们现在的1声、2声、3声、4声，但是其实不是。我们编了上礼拜的时候，我们在学关给调的时阵，你会看到台语的8调，我们不是有分阴阳评赏去路，就是阴平、阳平、阴赏、阴去，然后跟还有就是什么，反正就是那些很复杂的东西。我现在讲我也觉得很难讲，然后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我们在说入声的时候，这个概念其实就是从这里来的。但是那些功力刚刚，我觉得真的很复杂。那今天里写其实讲实在，刚刚有8个，就只有8个，你就直接把它想象，就是我们在语言学里面说的，它就是短促音。短促音，就是短促音。咱伫咧讲伫写的时阵，就是发作短的写啊，就是我们今天的钓鱼标题又短又紧的声音，对。好，又短又紧。对，我们今天要学的，为什么你要发出皮克敏的声音？皮克敏生气的声音有吗？皮克敏，你一直点它，就是你点它超过6下，然后它就会对你生气，你怎么这么皮呀？我还不知道它会生气。你可以现在试试看啊，它就是会点你，然后他就会生气，对。等一下，那我先点这皮克敏看看6下嘛，1、2、3、4、5、6，你生气了吗？没有，然后你再点，反正你就一直点它，然后他就我现在点你啊，1、2、3、4、5、6，有没有看到？我看皮克敏呢？1、2、3、4、5、6，我们可以下一题。你不是叫我点皮克敏吗？太无聊了，你好无聊，我救命！我好寂寞，吴昕老师不跟我玩这个梗。好了，下一题，我被无视了。我刚刚看到透啊，有蛮勇敢说6言律诗，有6个字9人也没有，他们是用6法全书赢你。他搞不好6言律诗是吧？好，我是有。没有，他们我刚刚说6法全书赢你是6法全是一个拳法，然后直接跟你输赢，不是6法全书。没有啦，就是律师靠6法全书啊。是。好。要喝水，好，对，记得喝水哦。老师上课需要多补充水分。我们下次那个真的可以用一个什么，用一个奇怪的歌回，然后是你就去买那个小蜜蜂，然后当那个老师，然后等一下我喝一下水，然后一定要用那个小蜜蜂的声音，然后传到你高级的麦克风里面，然后就可以听到那个以前在高中的对，那个高中的时阵，你老师的时阵就有变音，那个一定超好笑。而且你不觉得那个小蜜蜂真的，你坐在远处根本听不到老师在讲什么，他声音很杂很黏，你知道吗？超痛苦。没有，可是破音就会听得特别清楚，就是老师那是叠美郎，叠美郎
要我收几次，然后那个就会很清楚，又不能笑出来。哎，对，因为老师会继续破音骂人。对，你老师求出来，他就会丢粉笔。对，生气真的，就是要忍情，要忍耐。哦，对，我们这个公蛋的立声，公蛋的立声就是入声字的特征。我们上次其实有讲到一个概念，就是在学拼音化的时阵，我们在学韵母的时候有一个叫做鼻音韵尾韵母，就是你看到特别迄个字母在上尾一个韵母的时阵，就是特别的那叫什么字母在后面的时候。它就会鼻音化嘛，对，伊其实底下嘛有沿用这个概念，但是底下还有配合下调，它有配合过声调，所以它又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但是底下韵母呢，其实就是4个，就简单，它就是4个。波的歌呵，你现在先记得波的歌呵。如果有出现字尾有出现波的歌呵，它一定是入声，你一定要发短短紧紧。对，是啊，你就是先记得这个概念，而且其实它没有很难记哈。我们现在先看下一页，看 A G 呀，它其实没有很难记啦，就是入声有毛能而下调，它其实还要配合声调。那现在听起来就很紧张，对不对？它听起来鼻音尾韵母已经很难了，但是有2个声调，感觉又更难。哎，我要怎么样？我们现在就是逐渐让事情变得简单一点。我们可以看下一页，你会发现。好吧，我们在学声母，那你写部的时阵有这张表嘛，然后我们就有说到，就是要不会看过这个表的秘算，我来稍微解释一下。双唇音呢，就是用双唇间发出来的。经过双唇的阻挠，它发出的音，本来说啵嘛，对，啵就是你会觉得你的嘴唇麻麻的，的就是你的门牙后面会麻麻的这样子，对，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个表啊，它其实是你这样排下来，它看起来就是一个嘴巴的构造嘛，就是唇，然后舌尖跟牙齿，然后再来是喉咙，对，这样。对，而且这是一个构造，然后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现在看到第3行的鼻音，是不是我们说的鼻音韵母么呢个？它刚好可以对应到第1行的清音，对不对？啵的歌，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对应的概念，可以理解吗？这样就会比较好记了其他没有对到的声母，我们一律算成呵。对，我们就是在喝这个音里面，它就是发短音，它就没有发声音。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直接念一次，你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们可以看下一个，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到第4调，第4调就是上面没有调号，一跨开就清气，跟第1调是一样的，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它后面有波多哥喝，对，这是个韵母。目前还可以，对不对？没有很难，对不对？只是我好奇他们的各自的发音是什么。对，好，那我们现在来念念看。就是第一个是，如果没有这个 P 的，如果没有这个 B 的话，是不是念啊？对。如果加 B 的话，就会变 up。对 up。你那个 B 可以不用发的这么用力，因为它就是一个很轻很短的声音，就是 up。你就是用你的嘴唇去阻断那个，就把它听起来很短，就会变 up。对 up。然后旁边那个就是歌的音，对不对？就是啊加歌，所以就会变成什么？歌啊，对，没有错，歌，对，那你大概就知道为什么。对不起，对不起。三阿哥就是怎么读书读得这么晚啊？我娘跟我说笨鸟先飞，也马上都可以甄嬛说我好学，也就是我笨。好，没事，韩吉老师回来，不比三哥聪明罢了，所以我要更努力，皇阿玛才会喜欢我。在这个甄嬛的 moment， 我的那个记忆体又不足了，你们等我一下。什么意思？聊天室记忆体最近常跳掉。好，没事，他回来了，他们也想去看《甄嬛传》了，不好意思。然后回来了，来，继续，是。那我们再回来。喝哦。反正我们
你就有发现一件事情，波的歌啊，它其实就是用不同的部位。我们刚刚说的波不是就是用嘴唇这个部位去阻止这个音发长，它会变 up，然后歌呢就是用喉咙这个部位去阻止这个气流，然后让这个音听起来比较短，就会变啊。那的话就也是一样，它会变啊啊啊啊比如说你常常想要把别人折断嘛，等那个就是对，然后还有对不起，好好笑哦，等一下笑什么？对灯的那个灯就是对，还有我想一下有什么弹就是踢人的那个弹就是这个弹好那个弹那个弹我为什么都在想打人的东西？对，都在想打人吗？压力好大。对其他没有对应的，就是直接把它发短跟你就是在任何没有情况下，把原本的长音发成比如说那个你卡后一卡等为那个卡，卡就是短一点，短卡皮的卡也是短的。好，血鸡刀，中岛平安，快点你啊！对，阿爷是不是嘛是新来？他都还无讲 hello 的 ，hello 中岛平安大探钱。嘿啊，血鸡刀应该是他都要来，嘿啊。对，所以大概就怎样，就是只要没有办法，不是么那个变体来的，不是么那个变体来的，全部一律就是在后面发 h， 就是你就是把它变短就好了。好。我们现在可以看下一页，下一页就会有我有写一些词这样子大家应该就比较能够想象，想象就是它平常会用在哪里，对，就是第四条其实因为它是较平常，它发音没有这么，它的口腔发音其实发出来没有那么困难，所以它其实还是有蛮多词的。譬如说我们说的握手第一个就是 up to， 好，对up to， 你要记得它那个 up to， 所以它那个嘴巴要闭口，要闭起来 up to， up to， 对不起为什么？在学第二我台业时阵，朱妮卡的英文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好了，就很像你看那蒙拉讲 C 口的，头都要迄个小条口，你蒙拉讲 C 口，你还可以去考全民英检。不可能，我英文真的是没法度啊，所以你也是去报个 A 级一样。不，我的这辈子打死我都不会去报什么英检，我只是现在觉得现在可以内化一下 up to。好，对不起，老师你继续。为什么？君おかしい，好怪，いつもおかしいてるよ。对，就up to，有就是，那是你看到，你那个，我发现你会过于用力，就跟我们之前在做那个专辑的时候一样，就是其实入声它就是短短轻轻的，你不用特别就是非常用力的去把那个波发出来，就是 up to， 好，就是 to， 就是闭起来就好了，闭起来就好，好。但是微微的有那个音在那边，你下次拍我的时候也对，你拍我的时候你也不要太大力，就我可能就会被打死掉，直接撞飞。我刚刚迪卡，我觉得迪卡真的是一个就是做任何事情都很认真的人，然后他有时候认真就会把全部的力气，要不然就是你请他装饭的时候，他就也会把饭装到满，对啊，他就绝对不会让你饿到，对，所有东西都是满的，他这人就是给那个。大概有加过一的腌萝卜就怎样，塞超满的，你知道吗？还塞2根辣椒，整个都是满的。我得给你加萝卜，一定要的啊，要吃饱呢。但是咱在讲lip声的时阵，我们现在在讲入声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需要它是台语的减法美学。有时候你会听，你也听到一个台语某一人他讲话抑扬顿挫，然后听起来很游刃有余。他们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入声其实发的特别好。对，你即马有听过，就是以前最近的迄个因为选举嘛，然后你就会看到脆上面有很多什么政治人物演说什么之类的。你有听到以前政治人物其实不管是都是一个立场啦，因其实是都是讲台语嘛。还有听到台语其实
就是它的抑扬顿挫轻重，通常都会发的比较，如果发的很正确的话，也台语听起来就好听。其实台语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那个减法文学。原来，立声，所以立声就重要诶。然后我今嘛讲立声的时阵，那个立也是轻轻的，好，对不对？轻轻的。所以咱就是个嘿嘿，咱个会使试看嘛。下面的阿党就是我也忘记，湿湿的阿当，对，阿当是这个啦，是阿当，不是阿当，对不起，我刚刚讲错了。阿当它其实是那个，你们有吃那个火锅或者是我打一下它的台的那个那叫什么？台湾政治吗？对，好，就是你们在吃火锅的时候，或者是在煮粥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把上面那个浮沫啊，就是那个的叫做按那个动作，嘿，对，按那个按就是上面的杂质，对，就是你拿那个汤匙，因为其实没有什么匙啊，就是比如说除了我他都要讲的等。这样子也是同样的对就是他就是拿汤匙把那些杂质全部去掉，这样捞起来。对，我也改零掉哎，就喝零哎，那好好喝。不行啊，普林太高了，拜托喝。就是稀，可是他那个稀饭呢？稀饭应该是还好嘞，就是稀饭纯米的，对呀。但是南部人的南部的糜跟跟北部的糜的定义是不同款，所以我觉得北部的粥都真的会煮到那个米都不见，然后很像在吃米汤。可是恁卡夹起来夹本汤对吧？就是你们就是米有时候不会煮到，拢有呢。咱家本汤啊，还是糜拢有哦，吼，就糜，粒粒分明，嘿，这两种拢有。你们是井水不犯馊水，我们这里是馊水。你讲讲馊水馊脚。好像我最近就是看到我有看到一个人街网友在水顶馆讲南部人说什么南部的美食是不是他们只有自己在说，我也觉得没有多好吃。然后下面就有一个高雄人说没事，我们井水不犯馊水，就超好笑。就抢我就抢对，我就拍我之前拿笔记本，那笔记本梗图，你们拿井水不犯馊水，下次要学起来。对，下次学起来敲门家这样。不高喝酒。对呀，有就是把那个汤的浮沫捞起来的这个动作。我今嘛够想无，就是伫咧华语有什么对应的词，一时想不起来。如果大家有想到的话，其实也可以跟我们讲。我们都会说我捞一下，但是也不知道就是平常它的正式讲法要怎么讲。对。对，他妈妈讲的是对的，是糖水不犯馊水，就好像那个人是说那个人是讲。但是我吃了，我觉得太甜了，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好吃。他说没关系，我们以后糖水不犯馊水。超好笑。我觉得南北宗教战总是战不完没有，我觉得永远你们都会打赢。这样真的吗？确定吗？喜欢这，为什么？没有，就是真的好吃啊！我觉得北部人只是就是靠腰一下，就其实大家还是觉得蛮好吃啦。我觉得南部北部都有好吃的，真的。台湾就是直接说，难道只有我觉得？对，只有你觉得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其实就是突然皮在痒了，就会在网络上不知道发一些东西，然后到时候引战这样子，然后满足他们就是没有被人家满足的虚荣感，就是他的。对，反正就是不用太在意这件事情。好的。那我们下面看，我们让你大概看到第八条。我们那个时候看到调号，我们有画图嘛？我们画一张，就是各个声调住在不同楼层。对。如果说第4调他们住在3楼的话，第8调就是住在5楼，一些较管的调。就只有高低之分而已，就跟我们关给调的第1调跟第7调是同款，我们第1调跟第7调是一样的。对，反正就是第8调是较悬的，所以讲那是讲对，伊是阿个，就是你可以试着自己念次，我会念成 up， 对不起
好难哦。对，用超级冲绳腔的日文在讲这件事情。哎，听过不？快点哈记呀！对吧？我在想你在吃三色豆蛋糕，大概就是那个。我在吃三色豆蛋糕会调性不一样，太长了，完全不是陆声哎。过来是天哪，真的是纤维的不一样哎，好厉害哦！就是如果是第4调的话，就是 up， 然后那个第8调是 up。高低，好，然后那下面2个你可以试试看啊，我觉得下面2个应该会比较简单。对，up， 没错，你其实现在发的是对的，那你要常讲那个轻的感觉就会出来。好，然后 AH 我试看看。没错 ，AH 发的很好，就是它就是让气流通过就好，可以把音发短就 OK。6丢掉边耳，一时之间听不出哪里有差别。对，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我先跟大家讲，就是差别就是你用哪一个部位去阻断你的气流。譬如讲就是阿波。就是你们看到英文字母 A 跟字母 P 的，就是你要用你的嘴唇。我们刚刚是不是有看那个双唇？你可以帮我再看到那个我们第9页的部分，就是我们有看到双唇音这个 b 呢，它就是用嘴唇去阻挡那个气流，让它听起来是短音，比如说对。那如果是A 跟 T， 英文字母 A 跟 T 的组合，的就变对。用你的舌，如果是阿哥的话，就是喉咙。对，好，喉咙就是不要发出吐痰的声音。你是淑女哎，你知道下个礼拜还要穿超级好看的衣服，然后结果直接在随地吐痰。老师，你听我下一套，我们下一套就做那个，就是有嚼槟榔的插粉这样子。老师，你听我讲，聊一聊这吐血。但是你不觉得就是每一次就是都用这样子内化自己，玩自己的身体跟一些喉咙？我觉得我这样记得很快哎，老师是不是效果拔群呢？对。你高兴就好。好，谢谢老师。那就看到，反正我们现在看到呢，如果是阿哥一起的话，就是用的喉咙去阻止它，就会变阿。对，这样就懂了，这样懂了。对H 就是所有就没有，就它没有任何可以阻断，就直接把那个气流在喉咙的那边阻断，就变就是短的。好重要。我觉得这张表真的好受用哦。不然反正其实我觉得台语它就是学一个概念，它就是几个字母，然后几个字母凑一凑，它其实第一个它的声母跟韵母加起来其实比部分还要少。有一个是就好学它为什么好学？其实也有一点是我们本身就有学其他外语的基础。你若是讲有学过德国话，还是讲英语，就是你有学过外国话的时阵，你会回头再来看台语罗马字，你会觉得它其实会稍微比26个字母，然后而且它也没有26个字母，然后其实没有到26，所以你如果是以一个外语的心态去学习的话，你会觉得它其实学起来蛮简单的。它一规的迄个设计，因为伊是后边高，它是新时代去设计的那个语言嘛，就虽然说让我告回罗马字，可是我们是就台罗又改良了教会罗马字，是不是改良因人而异啦？对，但是一个是有些就好学的，对啊，他有去考虑到大家现在有的知识要怎么样去跟现在新的这个新的这个文法还有这个文体去结合，所以其实一起。就好学它其实是很好学，它是同样一个概念。你想不的物件嘛，现在可以来用，跟有没的物件就可以来用。对。反正我们现在再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学到的陆声。其实陆声呢，它就是有2个调，头一个是第4调，第2个是第8调。第8调呢，顶管哈，我们现在看到第12页，帮我看到第12页。就是第8调顶管有一个点。如果是第8调，它就会做一个记号，上面有一个点，对不对？
第4条就无。他们就是只有那个，当然要怎么分第1条跟第4条不讲啊？就是它有特定的韵母，哥的哥和 PT 英文字母 PTKH，所有这个字尾的都是入声字，好，想问，就是不是就简单？我就跟你说，我没有要为难你，我们今天学完了入声。不会，老师，我不觉得你为难我，我是在为难我自己。对啊，因为我的英文真的很烂。我就跟你说，英文没有声调啊，英文没有声调。你先就是我咱今晚爱怕跑节背书，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字，它其实不是专属于英文的字。这个我觉得这我们可以谈一些西宾俄米干就是殖民学。为什么你一看到字母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罗马文还有英文？那是因为他们两个国家其实是不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它其实都是代表着世界的强势文化，它是强国，对，所以大家就会觉得你今天用英文写，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就是社会学。近前我还记得那个行吉马上。他有讲过这个东西，就是你一看到它其实就是字，字其实就中性，字其实很中性，然后看你要怎么去诠释它。但是你发现全部差不多，世界上有一定比例的人，同样在看到在看到这个字第一个认知都是同样的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有人看到这节写中，我们就会觉得它就是英文字，但其实我们可以打破这个迷思，它在叙述台语的时候，它就是属于台语的字。对。这就是现在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唐朝跟元朝他们也是世界强权嘛，就是欧洲也说那个成吉思汗是黄祸。对那个时候也是百国，就是万邦朝觐，要去朝觐我们所谓现在的天朝。但是后来日本跟韩国发明了自己的字。为什么文化跟发明的自己的字有这么的重要？那是因为一个民族如果他要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他们要会为自己争取权利的时候，其实都是从发明新属于自己的字开始。你在看到以前咱在韩国，因为他们要万邦朝觐，要跟中国人贸易，他们其实也是用汉字在诠释他们的语言。但是到最后，他们发明了012的那个韩文字嘛。对，一点的语言好来，对，在语言学里面，好像说这是人民文学的奇迹。就是那个世子，我就忘记世宗大王，然后发明了那个韩文字。对，然后是一套也是简单易学的字。对，你可以看日本是当时开始变强，就是他们在发明片假名、平假名的时候嘛，当然他们一定会有借鉴啊，譬如说伊是就是为汉字去刻一寡字来用，就是把字拆开，然后发明了自己的字。对，所以咱今嘛咧我也小小的看的话，这当然是我自己在学台语的时候，我觉得会更简单的是，咱看到这个名字其实先卖想讲它就是英文字。那对英文有困难的人，他就是你就可以比较轻易的去跨过这个门槛。因为讲实在就是台罗常常被人家台罗叫人讲跨起来就嫌越南文。对，你看越南它也是用这26个字母啊，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世界上通用的。为什么会开始通用？那是因为我们有大航海时期嘛，就是国家的文化开始交流，以前都是城邦，就是自成一家。但是航海术开始有进步之后，我们就开始有交流嘛，你交流要有文字。这一套文字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会说是英文字母的。汉吉马上来啊，你来呀，随来随话就来。对，那个头给我们那个有智慧的头给，他上次有讲过，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些，这个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字母，是当时就是西方的传教士，他们当然是因为商业的原因，其实就开始引起一系列去团购。这个是公司有投资，然后他们希望去做的事情，就是让传教士去做的。它其实是商业取向的一个商业的行为。对。然后他们用这一套字去解读各地方不同的文言，所以现在你看到我们今嘛看到这咱讲的
我们说的拉丁文字啊，就是我们现在说英文字的这些拉丁文字，它是世界上最大公约数，可以写把收尾给它写出来。你起码那是用罗马字，我们用罗马字去写日文，其实也是写得出来啊。你如果是真正你好迄个日本人看，伊勉强嘛是睇出来，对，就是安尼。嘿嘿嘿，对，所以其实这样，结婚上班加油，好哦，上班加油，拜拜。所以咱今嘛想法爱变啊，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要觉就是一定会有台湾一定会有家己的字。对，我刚刚这是上重要的，这那是为了台湾啊，这也是为了自己，因为如果就是因为对其他业无擅长，对我当然知道，就是我自己也有不擅长学习的语言，比如说泰文，我大概永远都学不会。泰文以泰国嘛是家己的字啊，对啊，而且泰国的历史嘛是就厉害，他们就是夹在强权，他们在很多强国。印度的文化其实很久以前是主流文化嘛，然后他们上面有中国，但是他们厉害，他们因为有自己的字，所以一直以来他们都没有被殖民过。伊是跟台湾完全相反的地方，它就是完全相反的地方，这很特别。对，就是，但是我不是看你要了解啊，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想要再去学习一点。对，这个很有趣啊！台湾人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被殖民的，所以就是有讲到家己有家己的时阵，就会丢一个，就是我们有吗？对，我没自信可以有吗？哎呀，不自信的呢。对，以前日本嘛，荷兰嘛，对吧？但是即马咱有家己的选择的时阵，其实咱唔知影有啥物选择通好选，其实我们会不知道有什么选择可以选。对，刚那参像是啥？就是咱台湾的囡仔自细汉读册的时阵嘛是安尼啊。就是你没有什么选择，然后就是被高压式教育。然后有一天你读大学，然后读大学都要背丢给我们爸爸妈妈两公。你怎么都不知道怎么选择？都不会选。对啊，你长这么大了啊，什么东西都不会选啊。可是以前就是没有选过啊。没有。你讲台湾你知影就是有一个历史的冷地性撇地性，就是撇地性就是冷知识的意思。冷僻的僻，撇地性。台湾跟美国同会呢？台湾跟美国同会呢？台湾的历史400年。然后台湾同样，我们台湾荷兰时期的时候，美国那边在华盛顿开始就是有波士顿茶叶事件，其实同时发生的事情。但是美国今嘛是安怎啊？台湾今嘛我相信就是台湾跟美国赶快有个人的问题，就是我们有个人的问题啦。对，可是就是要跟大家传达的是，其实有自己的文字是很重要的。他们还特别发明了美式发音嘛，然后美国现在的美语其实某种程度跟英文也是一直在分裂，美国美语一直在造新词。就是 co-founder、co-worker， 然后他们不是都会有一个连字号吗？他们就是那个连字号，就是他们在造新词。这个就真的不知道哎呀，这样怎样？做新词这个代志其实很重要的，但是讲到语言，其实就这台湾人无就是没有这个连接，没有这个连接跟历史诚意也都很有关系。因为基本上无。在生活当中，咱不会讲台语，这是头一个。学校处理嘛，无啥物人一定会强迫你一定爱讲台语嘛。但是即马讲华语，有一寡人已经开始刚刚有淡薄改用，就是有些人也觉得很改用。华语你怎么学？你到最后还是会学到中国的用语啊，因为人家就是就他们就是主流文化，这就是他们的生出来的语言。但是大概有一寡人，就应该是大部分大人拢对这些代志有见过，就是大家会觉得，我如果可以有一个台语的说法，我是不是就是不要说中国的华语？但是这个其实很难避免，非常困难。而且还会去影响到咱家己。其实我们学东西，我们当然是希望学越多越好啊。我们不会希望说我们就只学这个啊，我们不要被影响。然后我不喜欢外来的知识，这个是锁国吗？就是假设说我们有选择的话，我们就不会想要这样选，但就不会想要按那算。我们不会想要这样选。对，但是对台湾人来讲，今麦讲华语，颠倒的变讲有这个就
很尴尬的状况。对，所以这旋转的本土演就重要了。就是这样的。每次都可以知道好多好多其他的冷知识，我们也可以扯到历史啊，或者是一些BL 啊，或者是一些 TOO 啊，哇，天哪，我真的觉得好生气哦！吸收的全部都是一些色色的东西。被发现了，但是我觉得很实用啊，好快乐哦。就是。对呀，好啊，那接下来啊，我们很像第8调的这个陆声，我们好像还没有念给大家听，让大家分辨一下。对不起。没事。那我们既然就是今天讲到那个，就是武神丢诶，有这个我们有台的观众丢对乌头阿嘛，对不对？乌头阿是的，就是第8调阿爸就是盒子阿爸。那其实因为他要变调，他第8调就是这样。我们先跟大家，因为我们下礼拜要讲变调。前面3个，我们先不要看那个后面 H， 喝的歌喝的，它就第8调就变第4调，第4调就变第8调啊。如果你要用比较随便的技法，就是84嘛，就是 boss， 就是对，可以这样子去，可以是这样记。对。好，阿爸就是盒子，阿爸，就你刚刚那个念法是对的，而且是偏南部腔，因为有些人后面他会直接清掉，他就不会把它当做一个字，所以有人念阿爸，然后也有人念阿爸。所以我真的就是有人会变调，会变调。对。我真的生活在南部，赶快的明天。多谢宇飞上加入会玩16个月，谢谢。为什么会有？惊吓！大家都会有一个很惊恐吗？给他一个，好笑哦！惊恐啊！这伊是咱的猪农先生台湾在地猪农先生。平安大探亲，这个就要怎样？对，赞哦！阿爸加油！最近应该较好势啊，就是疫情也比较稳定了。对。你当中够烦恼的，无猪肉通吃够痛苦的，痛苦。是另外一个就是拍，就是你摕去拍，你来拍晒啊！对，喉音去终结喉。对。然后下面那个大家常吃的水果，有一个水果，你看那个 b a 的那个你应该知道是什么，你可以念看。好啊。你就应该就知道，念出来应该就知道。我怎么觉得拍拍呀？不对，不是拍拍，不是啦，趴，不是趴，是八，是八，对，八，对，八喜香会，八辣，它后面是的跟台湾的的嘎它会有一个连音，就会变成八辣。就是它会变得有点像了的音，所以我们才会念巴拉。这个居然是巴拉！天哪，我好惊讶哦 ！My God！我来给大家，就是可以给大家那个，变阿爸超好笑。巴拉的台语其实是这样写的。好，哇，天哪，这个我好惊讶，我超爱吃巴拉的，我就爱讲巴拉哎。既然是安尼写的，巴拉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C 跟葡萄干，今嘛就是哦，你去买就小诶，对，巴拉的政治哈，巴拉大家可以学起来，对，巴拉，对，然后后面那个是卡，就是卡住的那个卡掉啊，的卡掉啊，对，第8调的字其实没有很多，所以若是讲你只是想要去考试，你想要去考台文，你听到是那个，你听到不确定，伊到底是第8调、第7调，头一个是建议你莫写啦，因为写错会倒扣，但是第2调你想要去，你想要要看卖的时阵，我都会建议大家猜第4调。不要猜第8，因为第8调伊其实是它是比较难发出来的音，但我们刚刚在发的时候，其实应该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底下就有一个红人差，所以它有时候会经历过语言的演变之后，它可能这个词就变成第4调了。对，所以你真的要赌一把，你想要那个分数，然后你也不怕被套扣的话，其实你可以一开始就猜第4调。原来是这样。这是一个这是几个就是美感，就只有那个
一个 mega。考试的原来有 mega 连起来的部分。哇，对，我跟你讲，连起来的部分其实对台语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连音啊，就连的物件。对啊，我小等就是咱结束了后，我会在我们 Discord， 然后去分享落胶，以最近播的一个低压音，它有一个短影音，然后就有讲到台语就连的部分，其实是很黏的。对，比如讲巴拉这个词啊，然后购物奇瓜小，只是我们不是都会说 hill， 就是hill 其实是西哦，西哦是哦，进口的话音是秀哦。秀，没有，我们叫秀，对，就是很黏，就是，对，秀。温若乔的温打错了，特别跟他证明一下，他每次都很坚持这个部分，好笑。他的温字上面有一个约的那个所以上面并不是人字旁哈。上次不是有讲过吗？哦，你没有记得？没记，真的没记掉，我都在重心都在他书的内容。阿狗下哈吼就是这种台语有真侪着你念足紧的时阵，伊会变做连调，就是连调的东西。小哈，那是讲每年我们就有机会，我们可以来看另外一本书，就是新贤老师的解破台语技术，就解破台语语言学顶摆你有介绍过一本册哦，对，杨排郎有讲过啊，就是我们可以再去学这个也那个很有趣，有你会发现台语是一个足趣味的物件。我刚刚台语的趣味是安尼，就是咱平常时其实都会讲，就是我们都会讲，可是我们没有发现，就是这个自然而然的东西，其实里面有很多很有学问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台语的魅力是在这里，台语的魅力是叠加，就是你会发现讲。你学台语了啊，是讲你去关注这相关的文化的时阵，你有发现，对你生活当中其实有足侪物件是咱以前无知，唔知影，你知影了，你就会想要搁较去了解一寡物件。系啊，你有发现，就是你真正就是有伫咧生活，那是一个生活感，你会觉得你有自己有活着的感觉。对，真的。我刚刚是因为以前伫咧台湾，就是我觉得台湾也有一个在以前旧时代的时候有一个蛮让人心疼的地方是，就是因为世界的相关文化，其实很少人会提起台湾比较特别的处境。因为实在是就我们本身咱本地就是伫这个国际，不管是国际啊，是讲文化电光，我们都算是比较特例的地方。特例的话就有两种倾向。你看美国其实也算是特例啊，就是大家都在讲，还有就是因为这看起来伤例外，就是它太例外，那我们就先暂且不提。那我们就是那个被暂且不提了。所以我们通常就是在咧生活当中，我们的成长过程里面，都会觉得我们其实了解的知识，其实跟我们生活在的地方其实有很大的割裂感。我们知道大概。刚我这些循环，我自己是一直以来都有这种很特别的感觉啦。就包括那是讲，伫咧看韩剧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在意，就是韩剧的。他们的别墅的走廊，还有他们住的地方有很大的客厅，其实那都不是我们生活的空间。但是我们看到那些地方，我们就会很确信那个就是客厅，然后那个就是所有人的家都应该要长那个样子。但是这种其实大部分的台湾人应该都是住在公寓内底一般来讲就是客厅是长什么样子，有没有落地窗，然后还是讲我们住在靠厅，其实有很多人的家甚至都没有都没有客厅。这样子就是不是真的？就是可能第一楼就是车库，要停车的地方，对。可是我们就会觉得，好像所有人家都应该长这样，然后去忘记我们现在到底住在哪里。其实哇，刚刚这个割裂感很重。对，我觉得慢慢来耶，因为其实我也是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所以才努力的在自己的直播间能够多台就多台。哎呀，这个很重要。是，对啊。好多有新秀里武功，给缓光林变成缓光林，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对，你觉得什么？对，台湾独特的发音。听他们那边，有时候去拿回来，听到那个点完的欧北恭维什么，就是不是他要讲什么
饭团第二间6折，然后他也是6，然后就是他根本就没有在认真讲，可是大家都知道他在讲什么。对，这地方还有就是我很喜欢去50兰杯黑珍珠奶茶屋吧，然后他们都一定会讲什么好喝哦，什么之类的，他们都在那边乱讲话，就他们根本没有在认真讲啊。对啊，可是就变成一个台湾的一个我觉得很著名的一个所谓台湾的一个该怎么讲，那是什么音啊？我不知道。对，哎呀，以及就基本上关键就是那集。对，我也来看哦。对啊，就这样。听起来就是，听起来就是我喜欢上班的，然后那个下班交班前最后一声就会特别清楚，这样。是，没错，真的哎。所以我们台湾的东西都很可爱，而且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地方。但是重点还是要强调一下，咱爱靠主心哎，好不好？我们的自信真的要好好的。但是我刚主心是我刚就这主心是爱为这。就还有一个痛苦的前提，这个痛苦的前提是什么？就是你要先发现自己，有你要先发现你自己，你要去有这个觉察。我觉得这个觉察会让大家不是很舒服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这样被教大的，我们可能我们的世界里面可能是大江大海，可能是我们从来不会，我们一辈子可能不会去的铁道，我们甚至觉得那个幅员广阔到，但是我们没有真的去坐过大江大海的火车，其实我们不知道上山的时候有可能会因为低气压而出现高山症，这也是很久以前我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台湾的铁路，台湾的幅员没有那么辽阔，其实我们根本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对，但我们的实际的生活跟我们脑袋的知识就是不一样，然后可能会经历过很多，就是我刚刚是第。时代无同款的时阵，突然间问题，我长甲我另外一个减我5岁的朋友咧讲这个代志，就是说，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过《微微梦梦》，反正就是一个就是20通婚啊，就是同志情侣，然后他们就是一直在网络上秀恩爱，然后没有把我们当外人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是写了一首歌叫做《微梦300天》，然后大家都觉得他们，其实有些人当然一定会有一些恐同人在看热闹啊，但是对我来讲，就是对我来说那是很惊讶的事情，因为可能就是我这人的2018，我不知道大家对于2018的时候就是那个公投，大家还有没有记忆？虽然我不是性少数，我不是性少数的人，我真的不是，但大多数就是你可能就是后来有不同的同性的关系的时候，其实我们通常都会下意识在意一下旁边人的看法，而且甚至我们根本不会特别去提，但是现在对减无会还是讲会结呢，囡仔人是不同款，就是我们真的创造了一个更自由的时代，是让他们觉得在这边讲话，即使受到攻击也无所谓，我没有很在乎那些人的想法。就是我刚刚这一期就重要，就是这件事情会让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是时代不一样。对，而且时代不同款是好的，我会觉得非常的好。对，甚至讲就是伫咧就是我跟迪卡拢是就该看本本的啦，就是我们很喜欢看本本。然后我就发现，就是有一个朋友嘛是跟我较侪岁，他也是开始关于社会议题，他把反同的立委放到公授本里面，这是我们以前完全不会想到的事情就是好酷哦！我没有觉得不好，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我刚刚这就是一个社会进步，就是刚刚是爱完全无度过这个伤害的人，他们才会有可能让不同的群体和解。对，这句话对于对我最近我刚刚就这话很，我觉得很好，就我觉得我可能年纪也大了，然后看到这个我就觉得，你在外面头前讲你年岁大，你跟我真的，就觉得，我等下要跟你讲巴啦，你时间嘛差不多啊，我们就最后可以再稍微那叫什么？刚胸后时间对5月25的时阵，后礼拜的迄个咱的节目足精彩啊！和迪卡跟大家讲，我们下个礼拜要迎来的是什么？朱迪卡的新一周，我们穿上纱，穿好水水。吴昕老师，你讲我这摆有消水不？刚有消水？我就改，我自己也很喜欢，对。
对，但是哇，好多元素不能跟大家公告，只能说啊，那个新衣装剪影那个快点下载下来哦，我们一起涂一下。我觉得大家看到会觉得就是，但应该是后礼拜会讲变调啊，这个就是没有到很重要。我们先讲就是下礼拜大活动，对，我们里面是有非常多的元素，对，就是我觉得大家对台的定义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对，然后我觉得很漂亮。我就只能说到这边，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反正就是我觉得大家会喜欢。没关系，即使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因为我也是，我觉得有太多梗不能爆，所以我只能就大家就是那个要准备好，就是那几天要好好陪猪猪哦。我们还有周边哦，荷包也准备好哦。然后除此之外，上重要的，咱这摆瓶装版吼，跟这个铂金装啊，不是铂金拍摄，那这个精装版也是目前卖中。因为我这2天就是很忙啊，在叠 DC 打字一直手挨 Uber， 然后我就上次把那精装版不小心打成那个铂金的金 Uber， 然后我就将错就错，自暴自弃，嘿啦，我这摆发行的是铂金装啦，嘿啦，买起来啦。你像我跟你讲，吴昕老师，咱这摆那铂金装版吼。很像，我有跟他们立个旗啦。要是有，而且我看到大家那个就是反应良好就很感谢大家的支持。真的，而且我有立个旗，我觉得很像，不知道会不会被拔，有点担心，因为他们说啊，就是知道我很怕葡萄干Uber，因知影我就惊迄葡萄干Uber。是。其实我有另外一个，嘛是足惊的物件，唔敢讲，嘛是讲就嗨啊。但是我的跟因插斗，恁知咋在卖插斗啊？因为我跟他们讲说，好75张，我的精装版要是有卖出75张，我就供出来我最怕的第2食材是什么。然后一开始我想说，好啦，稳了啦，就是我们精装版毕竟价位比较高嘛，75张。然后看了一下，好卖出1张、2张、3张，然后20张好，20张还好，30张了，好像有点不对。好，昨天已经卖到了42张了，是不是？操妈！操妈！希望可以让公布，对，希望跪求公布。我要血池一下我当初喝香菜拿铁的区域，我也要把那个东西加到牛奶里面，叫你喝下去。吴昕老师，但是不确定那个东西你是不是也真的可以接受，因为那个东西。请问雨生老师也要加入这次的历奇啊？你觉得我要吃什么？吴昕老师要吃什么？吴老师他就是怕香菜而已啊。我先听听看啊，我先听看我买你的要求啊，就是我先听听看啊，你觉得 OK 我就 OK 啊。但吴昕老师也太牺牲了吧，明明就没他的锅。听听看，我听听看，就是你各位想要什么样的方向，然后我们就讨论一下，也不是不行，好不好？也就是说要抓替死鬼啊！如果真的到了没关系啊，我就自尽啊！怎样？你们拿我怎样？等一下，如果要自尽，至少要把那个3D 做出来再自定，你知道吗？才知有在讲什么？哇！不要什么啊！不要什么！我存在的，我被恭维。我存在的目的就是因为要我3D，是不是？吓死我了！就是你必须3D 之后你再自尽嘛。第二害怕的食物哦，可是其实。我的话，我其实是，就是我就算不喜欢，我还是会吃就是我没有真的吃了会吐出来的东西，好像没有。我是这2样是真的是无法入口的，就第一个已经葡萄干已经用喉音怎样，然后就变成这般田地，所以第2个第2个这个我们目前我以前我以前吃的时候我也会吐可是我现在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太累，然后我吃到我就觉得算了，然后就把它一起咬下去。可是我还是会有点想吐。你好成熟哦，不行，我无法成为成熟的大人。也是可以的啊，可以啊，我可以跟大家一起讲啊。如果过了之后，我也就一起讲啊，对啊。可是我觉得我不喜欢，我刚刚我无介意的物件，其实大家都不会去吃呢。就是我觉得大家其实入菜，大概摕来炒菜，但是我刚刚不一定大家都会吃。但呢，我雄雄收到那葡萄干摕去炒菜，真正有够要死呢。会使摕去炒迄个培灵啊，就是炒菠菜什么之类的。蝴蝶大三战，你很需要啊，比较需要。我就爱吃培灵啊，但是
我不要啦，麦嘎普特瓜，好恐怖哎！这个缺铁吗？补铁大餐，不行！哦天哪！好，总之呢，第2样呢，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好像差33张还是34张，我们就要达标了，很像已经很像快了，但是感觉又没有这么快，我还蛮稳的，对吧？吴昕老师，应该 maybe。不会，我觉得一定会有一天可以让你挑白波罗陪骨，好吧？我们先来学一个台语俗谚，叫做挑白波罗陪骨。嘿，谢谢大家。好，你们就看可以让我嚣张多久吧，是不是？哎呀，就是安呢。然后我看一下，跟我下面被酸短呢哈。然后总之，我们瓶装版跟精装版从今天开始已经恢复成这个1680跟666的这个数字啦，但是也是个好彩头，欢迎大家继续帮猪猪拔旗，继续支持一下我们的专辑哈。然后下个礼拜真的就只有我当的呢，吴昕老师，而且刚刚看到香菜浓缩2倍1，然后我们大宝师就出来了，大家啪叽啪叽。香菜浓缩2倍1，大宝师，你说，都想说2倍，我刚刚看了2倍啊，好辛苦不垮，你现在身体还好吗？应该是拢好啊，嘿，但是又是一堆工作在追杀之类的，辛苦，真的辛苦，真的。嘿呀，真的辛苦了，然后就很开心，我们下个礼拜好多的活动，然后你看，咱来好好讲下咱文化部爸爸的赞助吼，所以伫咧5月25，大家一定爱来哟吼，下晡1点大家一定爱来，对，而且要好好的感谢文化部爸爸的赞助，对，然后真的，猪会里面播个10到15分钟，让大家玩相爱相杀的台语的部分，也就是说，大家可能简单的抖内大额小额都是好额，看有没有办法让我讲满15分钟的台语，你们不要中风，我会 hold 住，好吗？大额小额都是好额哦，大概是这样，大家可以准备一下零钱口口投起来，大家一起玩起来，一起感谢文化部爸爸，以及好好的庆祝一番我们下礼拜的生日季，被做生日了，记得迪亚感谢各位，真的很谢谢，真的非常感谢，真的啊，然后今晚免税商品就是在咧转机的时阵，然后我们转机的时候还是可以提醒大家一下咱今晚的会员，他们会员呢一个月，若是讲岛内150赞助150以上，就连续6个月的台语周边。这个月咧是主题牛牛的跟配，大家使参考一下安尼以上大家就感谢大家今日来。是的，然后记得填表单哦。这个就是如果非高阶会员，你们可能要自己填如果不会填表单，可以像水母先生一样加入高阶会员，我就直接帮你填表单了。但是也不用，对，就是基本上是猪猪这边统一用高阶会员的这个包裹替您寄出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咯。对，好吧？一般大概介意对，我们会继续努力，没错，没有错。会使伫咧后礼拜看到大家影片。然后最后来，今天是我们有一只很可爱的小丑，很像也是要新衣装的啦，就是记得啦，咱的梨皮水啦，咱的梨皮今仔日新衣装的伫咧暗时的8点开始，不过咱今晚会当先讲到过去，我们就会先叫货过去给梨皮支持一下，对，大家记得晚上8点去支持一下哦，看一下我们皮皮的新衣装一定是超可爱超美的，好不好？是啦，屁眼派对好好笑哦。对，这很重要，屁眼派对真的很重要，台湾最爱的谐音梗。好啦，就差不多安尼哦，吴昕老师，跟我下面被传到那个。的时阵，当老为消水，消水，消水。刚刚说你超赞，消水。可以哦，消水，我们台湾真是不是要复制给大家？但是他们不知道会不会打。真的吗？可以。消水，没关系，我打给他们好了。没关系，不是消水，不是消水，不是消水，不是消妥，等一下，消妥。那是妥吗？我不知道那个字，因为我这边没办法打台湾正字。好，谢谢老师，谢谢，因为我都是用妥打出来的。消妥，大家就留言消水，给他一点实质的鼓励。消水哦，这个就是我们台语的超级漂亮啦，消水。对，超级水，消水。谢谢，麻烦大家，今日的海信就到这，拜拜。好了，吴昕老师最近金价就这样就省口你也辛苦了，好好照顾自己不会，我很开心，其实我蛮感谢的，真的吗？就是很多事情。对，就是
我希望之后能在不同的场合跟大家说啦，就是这几个月，非常非常努力的在把作品做好，然后也把工作做好。更重要的是，我也希望，对我们不管是金鹰奖，或者是之后可能有机会可以报名金迷奖，都很希望能在不同的地方跟大家说，就是我自己对于这几个月的感谢。真的，猪猪也是很感谢吴昕老师还有大宝老师对频道的照顾啦，真的可以遇到你们，真的是太好了。还有我家兄弟们，要4哇，怎么会有一个？对，你说有什么？木里奖，都记得是木里奖吗？木里奖来呀吗？木里，嘿，对，木里奖消税。消税，木里奖嘛是消税哦，木里奖吼，谢谢你们。那我们一起过去跟我们皮皮讲消税啦。それではまもなく木里奖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咱们到顶港到伫咧咱你比讲诶，开心哦，对，冰岛咯吼，下好的安全大准备要讲到啊哦。大家拜拜。结站，迪卡加马下来期待。来，拜拜。辛苦啊，大家拜拜，消税。